派将秦也。迎接皇叔，把老二为大夫，拜上母后，设备改日拜访。遵命，正是。安排大虎牢龙套，准备进口吊海鳌。是的，职公，依我君臣临行之事，先生可有言语之负？临行先生赐有锦囊，职公请看。待我看来。好姻缘，待姻缘，莫把姻缘当等闲。君臣来到东吴地，必须前去拜乔轩。职公，乔轩何许人也？乔轩乃大乔、小乔之父，孙策周郎之岳丈。先生要我前去拜访，相识必有照应。是的，职公，这份厚礼，随我一同前往。是。为此孝亲
请陈奉君，黄土永固民安乐，但愿我吃万万春。老夫乔轩，此嵩山乃江东人也，塞武后驾前为臣，官拜摄武相。执掌江东12国，夫人将士，膝下无儿，所生儿女。长女大乔须配孙策，次女小乔须配周瑜。这些不言，适才老夫朝罢而归，见家世上悬灯结彩，府下人等一个个焦头谢耳，不知他们讲些什么。下院，老相爷，府下人等一个个焦头谢耳，他们讲的是什么话呀？哦，他们讲的是孙刘两家在亲的话。什么孙刘两家在亲的话？今有太后将军旨许配了刘皇叔，刘皇叔一战过江，已在官驿之嘞。哦，有这等事啊！老夫我身为首相，哎呀，怎么一心儿也不追呀？哎呀，这样的大事，你老人家一心儿也不追么？哎呀，纵然刘备前来过江，也该拜拜老夫啊！想必是要来的呀。好，你先门上伺候。哦，是。未参东吴之，先来拜相台。门上哪位听使？做什么的？相反同宾，刘皇叔有帖拜。哦，候着，果然来了。齐相爷，刘皇叔有帖拜。哦，刘豫州果然来了。吩咐东岳有请。施公。皇叔，过江来了。过江来了。皇叔驾到，碰壁神会，老朽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。岂敢大将作个少来问候，太尉海涵。岂敢是的，施公见过太尉，参见太尉。罢了，此将是四弟赵云。哦，这就是当年在长坂坡前就有之的子龙将军吗？真是。哎呀，臣乃是好虎将。太尉夸奖了。当时的英勇。太尉，在这里有些许百里，望其笑纳。慢来，皇叔的礼物，老朽焉敢收，不能收。还是收下的好。不能收。收下了。好不中用，愧临了。告辞。为何去心特急？列位大人哪里还未曾拜访？他们哪里也该前去，只是老朽还未曾领教。改日再来拜访。送到此了。
皇叔驾到，乃是贵客，老夫还未曾吩咐，你怎么就大胆地收下了？刘皇叔好意过奖送礼，你老人家若是不收，他心下就不欢悦嘞。有道是无功不受禄啊！这受禄必有功啊！啊，功在哪里？少是你老人家在太后面前多多美言几句，岂不是大大的功啊？哎呀呀，这个老狗才说话倒也中听呢。不中听的话我也不讲啊。哎呀，才知不想刘备起义过江，孙刘两家若能结亲，永结盟好，一同出兵攻敌曹操，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，值得老夫庆幸。有了，不免进宫与国太贺喜。来，吩咐外相大刀进宫。外相传教。与母亲，愿上相得配了。父王子丧甚可伤，垂老光阴似夕阳。我儿执掌江东地，但求俯首与安康。本后无事，佩服孙坚早年亡故，膝下儿子一女，长子孙策不幸夭亡，次子孙权执掌九郡81州
至疆土，有女上香，未曾婚配，真那是常把女儿事时刻挂在心。天上神瑞才，人间配鸾凰。来此宫门待我叩还。何人叩还？求见太后。候着，齐国太乔太尉求见。宣他进宫。遵旨，太尉进宫啊！领旨。臣挑选见驾，国太千岁。太尉平身。千岁。赐座。谢座。哦，恭喜太后，贺喜太后。本后喜从何来？太后想君吃赵吹刘备，岂不是一喜呀？啊，此事本后一概不知呀。啊，这样的大事，太后不知谁敢做主啊？是啊，谁敢做之？想必是2000岁的迟疑吧。宣他进宫。领旨。国太有旨2000岁进宫啊！领旨。母后宣诏不敢听，龙行虎步，见得宫门。儿臣见驾，母后千岁。皇儿平身。千岁。赐座。谢座。老臣参加。一旁坐下。谢座。母后宣儿臣进宫，有何国事议论？我来问你，孙刘两家结亲，可是你的旨意呀？这儿臣不知。还不从实将来？既被母后识破，儿臣不敢隐瞒，只因大儿刘备纠结荆州不还，而与周郎定下美人之计，将他诓过江来，囚死东吴，荆州岂不脱手而得？我儿以此言差矣。儿既为荆州一事，就该卸下战事。你这里发兵，他那里调将，夺回荆州，岂不扬名天下？怎么将宝贝作为美人之计？纵然夺回荆州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于你？似你这样败坏纲常，而怎不起？哎呀，太后醒来！一番话
须问令徐周郎。哦，怎么又是那周郎的计？哎呀呀，他明明是要害你呀！多口，多口，多口啊！哎。亏面怎敢强抬头？而上刘备心意眼情。前方设计无为荆州孙权，肩上双眉也皱不上刘备是不休。太后若将军职招垂刘备，可谓淑女德配，君子也。像那刘备，他是神等洋人，也能许配我美家婿，可以配得，配不得，配得的，配不得。你二人不必争论，明日大早赶路寺，等候面相刘备。太后若是想得上，招他为婿；若想不上呢，但凭与你吃功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太后，孙刘两家若能结亲，一同出兵攻敌曹操，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，不可失此机会也。本侯心意已定，太尉不必多走，吃功去吧。令迟真的是，因为一介孙刘好，暗里谋臣无月仇。唉。
想刘备，我想刘备须发苍白，若是想他不上，必被周郎所害。哎呀，这，哎，他人的闲事不管也罢呀。哎呀，收了人家的礼物，不管人家的闲事，嘿嘿，真是岂有啊！都是你这老狗才不好，我不肯收他的礼物，你就大胆地收下了。如今岂不叫老夫所难了吗？啊，老乡爷，还是想过计策才好啊！哎呀，有何迟疑呢？大家想来，好，大家想来，大家想来，大家想来。有了，小夫过来。有，只有无需要一下，命你去至官驿，面叫刘皇叔，叫他连夜将须发然后，明日太后才甘露寺一想嘛，就想上了。晓得了。过来，哎，咱对皇室去世，明日席前空气有诈，叫那保家的将军内传铠甲，外罩袍服，做一个防而不备，备而不防。晓得了，防而不备。哎，老乡爷备什么？备而不防。备而不防。防而不备，备而不防。防而不备，备而不防。防而不备，备而不防。防而不备。哎呀，从今以后，老夫我再也不谈人家的小利了，这才是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啊。爱讨懂我的昼夜费心机。你了巧妇的，来此是官驿，问上哪位在？做什么的？烦劳统兵巧妇管家求见皇叔。后处。是。齐之公巧妇管家求见。唤他进来。是。之公唤你，随我进来。是。巧妇管家与皇叔叩头。罢了起来。谢皇叔。大问此何事？我家相爷言道，明日甘露寺相亲，见皇叔须发苍白，有空相看不上。命乡人送来，务需要一下，请皇叔将须发然后。明日甘露寺一相嘛，就相上了。哎呀，烦劳太尉挂念，此地看上。不要看上，不要看上，不要看上，不要看上。哎呀，今朝来的人呐，真的大方，一包无需要，就是一锭银子。有了，我不免把那两句好话对他演讲，少不得又是一锭。皇叔，我家相爷言道，明日甘露寺相亲，有空洗钱有诈。昆明的保家的将军，内穿铠甲，外罩袍服，做过防而不备，备而不防。讲得好，此地再看上。不要看上，不要看上，不要看上。荆州来的人呐，真的大方。两句好话，又是一锭银子。有了，我不免把那两句好话对那位将军演讲，少不得还是一锭。将军这里来。何事？明日甘露寺相亲，可是将军的保家呀？正是。我家相爷言道，明日甘露寺相亲，有空洗钱有诈，将军要内穿铠甲，外罩袍服，做个防而不备，备而不防。知道了。不曾听见。
啊，将军，明日赶路时想起将军杨诺一穿铠甲外罩袍服，说过防而不备，备而不防。晓得了。哎，防而不备，忒啰嗦了。哎，他不是荆州来的，他不大方，他不大方。哈是的，职公明日报价，下我小心。唯恐贼前有奸诈，你我君臣防备他。不见皇叔到来，崔天一去相陪来也。刘皇叔到。刘皇叔到。太尉待饮。有请。皇叔。太尉。皇叔，上面说的就是国太见了就拜。哦，是。太后在上，手备大礼参拜。慢来，你乃当今皇叔，郎身怎敢受拜呀？太后，新女婿过门总是要拜的。是要拜的。是要拜的。皇叔多拜几拜。见过太后。是参见太后。此将何人？是弟赵云。哎呀，真乃虎将也！刺绣一袭，郎下去谢太后。2000岁上佛殿。领旨。国太有旨2000岁上佛殿。领旨。参见母后。皇儿平身见过皇叔。是了。请了。久闻皇叔乃汉室妙医，老身到要请教我一遍。太后不嫌儿烦，永被言考评。
计。本侯不知。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后，汉景帝陛下之玄孙，今襄王刘表之堂弟，当今天子之皇叔。喏，国才请看，皇叔生的是龙眉凤目，两耳垂肩，双手国旗，真不愧是帝王的根本呐、哦，他是帝王根本，帝王的根本，与你什么相干？我说也无妨紧要啊。你多口，哦，多口，你也多口。是。弟兄虽在桃园结拜儿弟，关门然。关美然，阿太后可晓得关美然的美名？太尉请讲。此人乃皇叔结拜二弟，姓关名于思云长，乃蒲州夏良人士。弟兄自桃园结义以来，在徐州失散，万般无奈，是散归了曹营。那曹操待他是十分的恩厚，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上马金，下马银，美女士兵是举义不受。闻得皇叔们有了下落，必是挂印封金在灞桥逃跑，国务官斩陆将，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小啊！哦，这位将军义气不小，好义气。可是你亲眼得见？虽不是我亲眼得见，谁人不知？哪一个不晓啊？坐在一旁养养你的老精神吧。哦，是稍是是。是。保定皇朝，国官高提亲戚，黄红安范阳义德北山。张翼德，阿太后可晓得张翼德的来历？本侯不知。此人乃皇叔结拜3弟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乃涿州范阳人士。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前大吼了一声，获得曹操收了青龙山，今是夏侯杰。这位将军他的好威风啊，好杀气。好威风，好杀气。方才因故，不要这样啰里啰嗦。这也不算我啰嗦。你特意的啰嗦。本有其实不算啰嗦。你也啰嗦。不闹关前，威风显大河一身退，长满此地此乱，浑身难。赵子龙，阿太后可晓得赵子龙的英名？可是方才那位将军？不错，正是方才那位将军，姓赵名云，字子龙，乃真定常山人士。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，杀入了曹营，是七进七尺。不，3进3尺。不，记错了，七进七尺。 3进3尺。他是7尺7进，7进7尺。哎呀，也不怕绊坏你那嘴。本来是7进7尺哦。好，
乃阳都人士，皇叔三顾茅庐，他是才德之山。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屏山高设了一台，名曰七星疾风坛，借来3日3夜东风，少退曹兵83万，好少啊，好少！好少啊，好少！只顾量的火大，少得你在此胡说八道啊！怎么少得我胡说八道？是。还有李太风红船请旨公表发本朝。知道了，母后，儿臣要料理公务去了。料理公务去吧。是。齐国太宴请，太尉霸占。领旨。
个的旨意？想必又是2000岁的旨意。宣他上佛殿。因此，胡太有旨2000岁上佛殿。领旨。参见母后。我来问你，甘露寺外的埋伏，可是你的旨意呀？儿臣不知，问吕范。宣吕范。吕范上佛殿。允旨。参见国太。甘露寺外的埋伏，可是你的旨意呀？微臣不知此乃是假话。哦，贵人原来是句假话啊！啊，太后，我东吴有员大将名叫假话，不是一句假话呀。有一假话。有一假话。传假话。领旨。国太有旨，假话上佛殿。我何来言？此有神来胆子大，一心要把刘备也杀！不要杀了，国太知道了啊！国太知道了，这明日何时好？谢去武装。哦，是，哎呀，谢去武装。哎呀，国太知道了，哎呀，这就坏了。国太我知道了啊。哦，假话与国太靠我头。都。甘露寺外的埋伏，可是你的旨意呀？我说老国太，这甘露寺的埋伏，无非是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汤棍槊棒、鞭锏锤抓，这带钩的、带刃的、带尖的、带刺的，我活老国太，我是一概的不知道啊！哼，全身披挂，换血不孝，推迟斩了。别慢，斩了此人，对儿臣画出不利。他们用计害你，你还与他讲的什么人情啊？母后开恩。啊，太后，新姑老爷讲情总是要准的。哦，是要准的。要准的。还不谢过新姑老爷。多谢新姑老爷。太后。多谢太后。滚了出去。哎，出去。哎，今日也要杀刘备，明日也要杀刘备。若不是刘备讲情，我这吃饭的家伙卡不拉碴，差点分家。从今往后啊，谁要是再说杀刘备，他就是刘备的大舅子儿。说好话也这么狠了哈儿臣告退。待遇代送。领旨。太后，刘备相貌如何？果然不差。明日送至东郭楼上，趁其不念，交拜驾回宫。拜驾。太马。
哪里？在哪里呀？在哪里？哎，师弟！哎，人民少女英雄将，今日看来也平常啊。大竹担儿不远闯。龙潭虎穴头一场，公儿们，这两旁为何摆列刀枪啊？此乃君之所系之物，故而摆列刀枪。不好不好，对君之气将，摆列刀枪，贵人心中不安，撤去刀枪，方能行日。是。启禀君之，贵人言道，撤去刀枪，方可今日。四舍本身何惧无事，吩咐撤去刀枪，有请贵人。是。将刀枪撤去，有请贵人。君之是四海为家，今日得配君之，真乃三生有幸。只是令兄累累的加害于我，还望君之要多多的照应。贵人但放宽心，有我母后做主，了然无事。全仗君之，请贵人君之安心。君之情真那是。龙凤呈
归长山下，因民妃子拉狂，导致东吴的池塘风流亡。是按奉了先生之命，保定之功过江招亲，临行之时，先生命安，年终保定之功回转荆州，现一年终，不免进宫亲家同亲，这那是洛阳金穗门，不是叫我姐姐。新郎上去让人想，横归不平。让我身上
老通兵赵云求见。候着，启禀贵人，四将军求见。啊，哪个是将军呐？赵云赵四将军。我师弟来了，唤他进来。是，四将军敬步。遵哪命？参见知府。啊，师弟，你还不曾走吗？啊，知府叫臣往哪里去呀？回荆州去呀。特地进宫请假同行。哦，你且回去对我那二弟三弟去讲，就是宫门在此好好好。哎呀呀，孤娃是不回去的了啊！知公若不回去，军国大事何人料理？啊，有先生料理呀？难道是他车辆不当差吗？知公还是回去的好。再若多言，故就不耐烦了。哎，哦，是了，想是你一人在此孤情冷淡，不妨我这里有的是宫娥才女，叫他们唱一段曲儿，与你消愁解闷，如何？知公啊！特地进宫请我家。我叫他们唱，你怎么唱起来了？知公啊！我到临头放节唱。知公去吧。天知，知公不肯回去，这便如何是人好？是了。临行之时，先生赐有锦囊，待我看能来。只在东吴地一连不还乡，进宫报家信，曹操多金香草啊草，多金香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先生真乃妙人也。且知公大事不好了。啊，何事惊慌？先生前时差人来到，曹操带领人马要报当年赤壁之仇。啊，你的怎讲？要报当年赤壁之仇。哎呀，不好了！听说曹操把人马桃园弟兄啊，无存臧。哎呀，自己呀，快想一计策搭救孤王的才是啊！一臣之见，令我君臣逃走了吧。若要逃走，必须禀知君之知道。君之若是知道，你我君臣就走不成了。这个你且宫门等候，我自有道理。哦，我那这。君子啊，备不能再次还落，我要逃走了。本当在此不潇洒，只料荆州哪有家？见君之难舍。一别
隐瞒，适才四弟进宫报道，今有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。倘若有事，我桃园弟兄无有安身之地，本当私自逃走，只是难舍君之的恩德，故而在此落泪。贵人呐，那里是曹操心动人马，分明是你思念荆州一般。待我进宫辞别母后，与你同行便了。君只是真心，也有假意，请上受我一拜。倘如令兄气相旁，必须好言对付他。贵人。难以挽回你家，他有引来我有答，敢把愁眉且放山水要走天涯。
谁来问娘啊？闻声贵人驾狂安，贫臣赐座。儿啊，此事进宫为了何事？启禀母后，今当年中之期，皇叔要到江边祭奠刘氏先祖，明儿同行，特地进宫辞别母后。此乃小事，何必报我知道？儿去吧。儿谢母后。儿啊，还来！你为何暗中落泪呀？事已至此，儿也不敢隐瞒。适才赵云进宫报道，曹操心动人马夺取荆州，皇叔要回荆
去，必从柴桑口经过。想那柴桑口乃是周郎把守，岂肯放你夫妻过去呀？知故也罢。这有为娘宝剑一口，而带在身旁，有人拦阻，将他头颅割下，为娘一儿做之。你去吧。
马寻常看。黄金银过宝，为相是英豪，休想青莲帽，是呀了云呀草。安帅，信诏明谕，赐公军。乃陆昭守臣人士，在武后驾前为臣，官拜水军都督，奉命镇守柴山，以待丹池。可恨刘备久谢荆州不还，使我与武后定下埋人之计，诓哄刘备过江招亲，不想弄假成真，太后所知，向群之招吹刘备。使我有山而计，宫中狂种花木，交际歌舞，使刘备失之，不思回传荆州，关张心散，荆襄岂不脱手而得？刘备呀，刘备，你中我是其也。走。启禀都督，今有刘备协同军师逃往荆州去了。哦，那刘备他完走了。正是众将请得让，众将进帐。啊也。参见都督有何将令？追赶刘备，不得有仆。令。慢拿住！
后放而进，还都督这把修来要罢，都督那刘备与郡之回转荆州，乃是真理，你因何将他赶回？是何意也？将他赶回，求此动武。哎呀，都督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怎么使不得？那刘备乃是教客。哼，什么教客？哎呀，都督，你定下了美人之计，刘备过江，不料想弄假成真，太后应允，招赘刘备。他乃是我东吴的姑老爷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岂不是个教客？哼，我好容易将他诓过江来，难道就不放他逃走不完成？不难呐，不难。怎么不难？哎，只要都督多多背上几个美女，慢说是那刘备，就是张飞也要来的哟。哼，我定要将他赶回，求此动武。太后未必应允，武后做事，荆州兴兵前来，本都铁堂。哎呀，我好怕呀！你怕什么啊？那诸葛亮的计厉害的紧哦！大夫，把刘备求死动武，那孔明还有什么诡计不完成？难道都督你忘怀了？忘怀什么？想当初赤壁鏖兵，火烧战船，那时节都督命那孔明南平山集结东风，你又差去顶风许胜前去刺杀，反被他逃走。那时节你驾舟追赶，他又派来关张子龙箭射彭祖。那时节杀一人败一人，杀一人败一人，难道不是孔明？计谋！启奏王爷，哎，都督，不要生气，那生气的日子么，还在后头呢。大夫，都督，老兄，不敢少的。你是个老实人呐。老实人讲的是老实话呀。你不要管我的闲事啊！哪个管你的闲事？不过是交朋友，一片热心。
陆大夫吃碎了，中军将他铲斥杖去。陆大夫持杖去吧。告退。吃醉了，我好心劝他，反倒我吃醉了。哎，臣的臣，赌徒不听我言语，祸到临头，后悔去。众将听令！哎，追赶刘备，不得有负。众将官有骑兵前往。啊。
奉了武侯之命，请进之皇室回去。知了。知了，哼，哪个回去？你与我兄定下美人之计，将皇叔框架动物，不想农家成真。如今同定皇叔回转荆州，乃是真理，你又来阻拦赵云，看见斩！你之啊！
下，千里奉军马，这战吧！射标是翁双。三姓张名飞，字也德。可因叛国，动我朝廷。今日龙洽回乱，先生命案，去迟江边，应往接洽，然后带领臣3000人马，引苍菜龙华荡口。那周郎若是追来，不就参与他厮杀，里头为何？咱家先生言道，孙刘两家既然和亲，就该同心破曹。倘若自相残杀，岂不被那曹文曹从中得利？孙鹏将领去帅嫂嫂这3个人，你们引上马来，引上马来，你们引参马来。前有大将，日何是好？大臣看得来，但有将臣搬回来。让我纷纷到林东，安阳3尺一落落，快打了副手！打了副手。
县中有喜呀！大哥县中有喜呀！长江一带翻破浪，看他我抬头只见上大雄打了不说，打了头上啊！哎，大哥，三弟，恭喜新郎官，福喜新郎官，我们吉庆的人儿都到了。哎呀，三弟辛苦你了！阿斯龙，三将军，三老丈实时地服了你了。封我何来？好武艺，好大的胆量，保定三大哥，同我招亲们，且喜婚姻成就。夸奖了，三老丈谢谢夸奖了啊！谢谢你了。三两哦，先生，你倒先来了。先来真是个好先生，好先生呐！夸奖了。三弟啊，见过你新嫂嫂。是。小弟张奎参派新嫂嫂。三弟免礼。先生分派他们。三将军听令，命你高声言道：周瑜妙计安陛下，赔了夫人打有责人！请之公驾回金乡，吩咐开船。开船。感谢您收看。感谢您收看《龙凤呈祥》。